為而家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嘅幼稚園嘅小朋友咧，如果要投考小學咧，就會透過有唔同嘅途徑，可以參加派位，又或者可以自己去自行去報讀一啲佢自己心儀嘅一啲嘅直資嘅小學啦，又或者係私立嘅小學啦咁樣樣。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家長咧就要select一啲邊啲類型咧係適合你哋嘅小朋友啦。因為有啲學校咧，可能咧佢係活動教學法為主嘅，有啲學校咧比較強調咧就係以嗰個 academic 為主嘅。咁所以家長要了解下每一間學校佢獨特嗰個即係優點嘅地方喺邊一度。家長要幫小朋友準備去投考小學嘅時候咧，又要切記要留意啦，因為有啲小學可能佢會有直屬嘅小學或者有聯繫嘅小學。咁可能個學位啊會有多，亦都有少。如果嗰間學校佢係有直屬嘅小學嘅，而佢會大量會收翻佢自己本身嘅幼稚園上嚟嘅學生，咁嗰度嘅機會咧就會比較低咗嘅咯喎。咁所以我哋亦都會 encourage 啲家長咧就除咗可以報政府嘅一啲嘅即係資助嘅學校啦，又或者係政府嘅官立學校啦之外咧，我哋又會prefer 啲家長咧揀選一啲而家係好流行嘅一啲叫做直資嘅小學。直資嘅小學咧有好多，而家好多辦出咗好多特色嘅學校，好多唔同嘅理念啊，好多唔同嘅教學法都係做得好出色嘅。咁我哋咧亦都會俾好多呢類型嘅資料俾啲家長，我哋又會開唔同嘅 seminar 俾家長去分析呢間學校係唔係即係適合你嘅小朋友咧。因為譬如有某些學校可能佢幼稚園嘅階段咧，可能係好淺易嘅。咁當小朋友由一個好輕鬆愉快學習嘅環境而轉去一啲好較為傳統模式嘅學校嘅時候咧，小朋友咧就會有啲嘅唔適應啦。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家長咧喺選擇學校嘅時候，亦都會留意下你嘅小朋友嘅性格啦，或者嗰間學校嘅課程啦，嗰間學校嘅派位啦。嗰間學校嘅環境個 location 喺邊度啦？其實咧，我好多時候咧都同家長咧好強調咧，就有一個原則就係孟母咧都要3000嘅，因為咧我哋要揾到間合適小朋友嘅學校嘅時候咧，我哋唔希望佢咧喺嗰個 travelling 嗰個時間啊，嗰個交通嘅時間咧係佔用小朋友太長，因為去到小學嘅時候咧，佢需要係全日制嘅，咁所以咧佢哋放學可能都放2-3點。如果佢哋即係佢哋嗰個居住嘅環境同嗰間學校咧係太過遙遠咧，咁啊家長有需要。如果你真係呢間學校好心儀咧，可能家長就真係要搬一搬佢嘅住所啦。